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劉俊安。今晚嘅主要新聞有：警方採取行動清理中環同埋金鐘佔領區；多個泛民同埋學聯成員拒絕自行離開，俾警員拘捕。政府話警員克制，又呼籲佔領人士尊重法治，唔好再佔路。堵塞咗2個半月嘅夏慤道全線恢復通車。新聞嘅詳細內容，佔領行動持續75日之後，終於有突破發展。我哋睇睇金鐘嘅現場情況啦。警方喺中環金鐘佔領區採取行動，可以見到原先喺佔領區裏面嘅障礙物同埋佔領人士咧，而家已經係清晒㗎啦。夏慤道喺當局清理路面之後，東西行線咧亦都係已經恢復通車。政府發表聲明，呼籲佔領人士尊重法治，唔好重新佔領道路。另外，成個行動咧今日係分咗2階段嘅。第一階段咧先係由攞到法庭臨時禁制令嘅跨境全日通公司，到呢3個路段嗰度咧係執行臨時禁制令。幾十個代理人喺執達主任陪同下，清拆範圍裡面4個主要障礙物，過程係順利㗎。第二階段就由警方展開行動啦。清除成個佔領區其他範圍嘅障礙物，警方就先封鎖佔領區嘅範圍，期間係容許佔領人士自願離開㗎，但係必須要由警員陪同喺立法會對開呢一個迴旋處嗰度咧登記個人資料。警方同時喺佔領區東西兩面一路咧向核心範圍推進，沿途清理障礙物。唔肯離開嘅人咧，警方就將佢哋逐一抬走，帶返去警署。警方喺夜晚9點幾完成拘捕行動，我哋先睇下警方嘅行動啊！警方喺晏晝大約1點半宣布要開通夏慤道一帶嘅道路，呼籲佔領人士離開。你哋而家係有30分鐘嘅時間收拾同埋帶離你哋嘅個人物品。請你哋盡快有秩序咁樣離開。喺大會堂對出同埋演藝學院外面，即係金鐘佔領區嘅2端，隨即有大批警察布防。又喺天馬公園拉起紅色封鎖線。現場人士請沿天美道往夏慤道方向離開。警方發出警告。警方已經設立咗封鎖線，而家任何人士不得進入封鎖範圍內。到2點20分，3方警員開始向夏慤道方向前進。喺愛丁堡廣場一帶，警方兵分多路，其中一批警員上咗夏慤道嘅天橋，一邊推進一邊移走帳篷。而喺演藝學院對出，警員將馬路上面嘅帳篷同埋雜物搬到去路邊。而緊隨其後嘅特別戰術隊就負責拆除同埋清理。佔領區內有人選擇留低。其實都咁多日，咁其實呢個政府係咪自己要反省呢？即係咁多人咁多日行出嚟，咪撐住學生，佢哋拉咪喺度拉咯，拉我都唔會擔保啊！有人話擔保我都唔使人擔保，你咪有會坐咯。我橫掂都坐喺屋企啊！亦都有專程到佔領區支持學生嘅老人家認為，今次警方嘅行動有改善。起碼唔使落軍幫人先，唔使攞警棍，唔使放超導彈，唔使拉去暗角餅。至於喺警方嘅限時之內，仲留喺呢一度嘅佔領人士，就要按警方指示由龍匯道離開。警方喺度設站登記自願離開市民嘅身份證，但係就唔排除日後有機會對佢哋作出檢控。行動期間，夏慤道同埋添美道留低大量嘅帳篷同埋雜物，工人用斗車將物品夾走。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明報道。多個泛民立法會議員同埋學聯成員拒絕自行離開，俾警方拘捕，涉嫌阻差辦公同埋非法集結。警方喺夜晚9點幾完成佔領區嘅拘捕行動。我要追捕權！
一批佔領嘅人包括多名泛民議員、學聯等等嘅成員，以及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朝早8點幾已經坐喺政府總部西翼對開嘅夏慤道，即係最接近臨時禁制令範圍。話呢一度係第一道防線，唔會撤離。警方一直冇處理佢哋，先清理佔領區其他地區嘅障礙物，直到下晝4點幾向佢哋發出警告。警方將會採取拘捕行動，喺在場嘅人士需要留喺原地，等候在場警務人員嘅指示。佢哋手翹住手瞓喺地下。警方先拘捕第一排嘅人，包括多名學聯同埋學民思潮成員，部分人要被抬走。警方拘捕在場嘅人之前，都會先警戒，同時亦都影住個過程，唔排除日後作為證據追究法律責任。其他人亦都逐一被捕，包括文化監部成員何韻詩。要登記身份資料同埋被搜身。之後到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民主黨同埋公民黨立法會議員，以及黎智英，佢哋都係自行步行離開。喺拘捕行動期間，警方喺現場設置封鎖線，將聚集嘅佔領人士包圍。入夜之後，警方繼續拘捕行動。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批評警察淪為政治工具。喺度警方人員，你哋自己有你哋自己嘅價值判斷，但係佢哋必須要聲言就係，我哋明白就係你哋未來面對嘅挑戰必然係會越嚟越多。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喺矛頭，我哋嘅對手從來都唔係執法人員，而係政府，而係呢個政權。佢情緒一度激動。周永康同埋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等等最後一批被捕嘅人，被帶上警車之後，佔領區嘅拘捕行動亦都完成。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跨境全日通公司到金鐘同埋中環指定範圍執行臨時禁制令，用咗大約4個鐘頭完成，過程大致順利。跨境全日通公司代表律師謝偉俊同執達主任，朝早9點過後去到愛丁堡廣場對開一段干諾道中宣